種水果點樣先可以賺到錢？主要係品質同埋上市時間。上市時間差3-2天，收益亦都會有好大嘅差距。大家好啊，今日係5月23號啦，啱啱落完雨，又嚟同大家睇下荔枝。今日同大家講下荔枝着色同埋提高糖度早上市。着色早上市並冇係用激素，只係一啲無知嘅人信口雌黃。視頻有啲長，可以點收藏視頻參考。有咩不足嘅，亦都希望有你嘅指教。首先我哋要了解市場需要乜嘢。市場需要飽滿昆仁，顏色靚，糖度好嘅。其中飽滿同埋昆仁係喺我哋幼果前同膨果期做好基礎嘅，所以平時都同大家分享我呢啲喺幼果期黃豆咁大，到目前全程係用壯果郎嘅。你睇下我哋啲果頭幾昆仁啊！依家有啲紅頭啦吓。我哋喺果期每700天防蟲嘅時候咧，就加上壯果郎去噴。一包壯果郎對水1000斤嘅，直接噴到依家目前荔枝紅頭延伸夠大啦，再噴孟姜紅去着色。咁點樣提高荔枝嘅糖度同埋着色質量呢？從開始着色到摘荔枝，果皮嘅着色係果皮葉綠素嘅含量降低，果皮慢慢黃底再轉紅。荔枝屬於糖質類型嘅水果，光合產物以可溶性糖嘅形式存在，從糖嘅升高、酸度嘅下降，先會有甜味。大家都知道高格增甜、高能饋美着色，但劑量掌握冇好，就會着色暗、淡而無光、冇鮮色，而且影響美觀同埋風味。而孟姜紅去着色呢，能夾配比合理，結合其他嘅微量元素，可以激活果實嘅能量代謝同埋光合作用，促進糖嘅積累。鉀可以促進果實膨大，提高糖嘅含量，並促進花青素嘅合成，降低葉綠素。喺着色期用孟姜紅，有助於促進荔枝增甜同埋着色，去提前上市。孟姜紅一包兌水400斤，30斤水加15克或者17毫升，全園有4-5成咁樣。紅頭延伸夠大啦，就可以噴孟姜紅噶啦。未備好壯果郎同埋孟姜紅嘅朋友，就揸緊時間備好。大家對膨果着色有咩睇法呢？有冇更好嘅方法？歡迎評論區大家交流下。